好開心啊！攞到合格嘅沙啦。Yo school days，好耐冇出過片啦。上個月快閃香港之後呢，返嚟就病咗啦。聖誕節仲入咗醫院住咗5日添。而家我哋去做咩好呢？同我一齊出去踩單車攞沙啦！啱啱拍低咗架單車，而家就行緊去車站啦。ChatGPT 話10點半開始會大排長龍，有好多學生嚟攞沙喎。咁我就10點半到嚟到呢度啦。南口北口都唔見有人喎。啱啱問咗職員呢，佢就會喺呢個車站嘅入閘區嗰度呢個位嗰度派發。咁我哋唯有而家喺度等下啦。何かいい別にいいですよ。複数とってもらっていいなんですか？いいんですか？2つ以上のよう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一個ずつ。1個ずつですか？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開心啊！攞到合格嘅沙啦！11點鐘攞到啦，仲攞咗3個，原來佢有3款派嘅。前面嗰個人有選擇困難症揀唔到，我都係，咁所以佢就俾咗3個我。呢個合格嘅沙係由 JR 派發㗎，點解呢？因為以前啲列車要好快咁樣上車，咁就為咗防止個車轆呢跣軚，咁佢就會經呢白色呢條管呢，就噴一啲細沙上嚟，咁就令到佢呢唔會咁容易跣軚啦。日本呢，其實都係一個成日都要考試嘅地方嚟嘅。好似我自己舊年2025年呢，都已經考咗4個試，包括嗰陣時仲係讀緊語言學校嘅校內試啦、本語能力試啦，仲有就係喺香港呢考英文嘅試就係 IELTS 啦，但係日本呢就係考 TOEIC 嘅。咁另外就仲有一個國家資格考咗，日本樣樣嘢都要講國家資格，所以呢，我估我今年都會考好多試嘅。而家經營管理簽證就難度越嚟越高啦。原來你想做嘅事務都唔係你自己想做咁簡單㗎喎。例如好似好簡單咁樣喺 Mercari 即係香港嘅 Carousell 咁樣去賣一啲二手嘢啦。咁呢都需要考一個叫古物嘅資格嘅。咁所以呢，經營管理簽證呢，你都預咗有好多試要考，先至可以令到你喺嗰個 business 入邊攞到 credit 嘅。我就最憎考試㗎啦，希望而家攞到呢啲沙，所有嚟緊嘅考試都會順利啦，凍到手都僵埋。走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